殿下，殿下，殿下！哎，孤兄弟为宇文护所俘，关押地牢，需宇文护贴身携带钥匙一用，盼未取之，不胜感激。殿下需要钥匙，而这钥匙在宇文护的身上，所以他想到了我。那，殿下他还记得我，所以一定不是他把我放在周琦交界的，一定不是，不是。殿下的兄弟是敌国的战俘，宇文护断断不会将钥匙给我。何况天都这么晚了，我该怎么拿到钥匙呢？啊，那就只有偷了。站住！宇文邕，你又做什么坏事了？为什么见了我就张皇失措？谁做什么坏事了？你这大半夜的出来吓人，还不允许别人害怕吗？我就知道，你不会安分待在屋子里。我都看到了。你看到什么啦？看到了一个不安分的女人，半夜到处乱走。你的配箱找到了吗？配箱？什么配箱？哦，不是好好在这儿吗？我就知道你是骗我的。是你耳朵不好使。我是去找酒的。嘘，你看，那颗星星多像你的眼睛啊！我的眼睛？大司空。跟你的眼睛一样，模糊不清。你是想让大冢仔知道，我们不是一对好夫妻吗？谁跟你是好夫妻呀？赶紧回客房，回客房！哎，客房？当然是回客房了。好啊，不过得等我先喝完这坛酒。来，慢点。坐下，去坐下。快，坐下。不要走！啊，我不走，我不走。不要走嘛！净闯祸，一点儿都不让人省心，一出去就惹事。一起睡吧，一起睡。还真是个无赖啊！喝醉了竟然还说这些话。好，好，好，我不走啊！你放心啊，我给你倒杯水，你先躺一躺啊。来，躺好啊，躺好。来，
这么晚干什么去了？我到厨房去看了看，顺便吩咐下人准备明天的菜点。这种事情，夫人还是交给下人去做。毕竟青锁和大司空这几天都留在府中。夫君，我发现四弟最近比以前深藏不露了许多。夫君不要以为自家兄弟便放任，留个心眼才是。好了，先休息吧。就来。有刺客！来人！站住！站住！给我追！站住！站住！站住！别跑！站住！站住！给我站住！糟了，我该到哪里去找殿下呢？
宇文护老见巨猾，倘若醒来发现钥匙丢失了，必然会大肆搜查。我该怎么办？抓刺客！青锁小心！你是谁？你要干什么？看你穿着华丽，想必不是下人。算你倒霉，带我出去！不要伤害他！别过来，否则我杀了他！别轻举妄动！放了他，我保你活着离开。把石牢钥匙交出来！我家阿才，殿下吩咐过了，日后青锁姑娘有什么需要找我就好。阿才，大才，放了他！把石牢钥匙交出来！只身闯大冢宰府，你好大的胆子！格杀勿论！兄长，姑父，救我！上！是。殿下，我的脚！别怪阿才，他也是救人心切，才让你崴上脚。嗯。为什么你每次都帮我？帮了我2次。如果早知道你是宇文邕的侧室，我未必会救你。我这是在做什么？在这个陌生的世界里，费尽心思的周旋在各色人物中间，卷入我根本不想卷入的斗争里。陌生而空旷的世上，没有一人真心待我好。要哭，就痛痛快快的哭吧，不要遮遮掩掩。你以为我想哭吗？我哭关你什么事啊？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为什么？上次一别，我心里一直有些疑虑，究竟是不是殿下把我丢回周国的？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是不是我的无心之举惹恼了殿下？思来想去，我都想不明白。想那齐国军营，铁桶般防范严密，如果不是殿下，那究竟是谁能将我掳了出来，再丢回周国？那你呢？一个周国大司空的侧室，为什么会突然只身出现在我大齐？你怀疑我是细作？没想到，在殿下眼里，我竟然如此的龌龊。既然如此，殿下就不应该把我从大冢宰府带出来。我宁可在那个冰冷的大司空府里，抱着回忆聊度余生，我也不想见到你。如果不是旋风，我也许就会惨死在半路上。就算是惨死，也胜过在这里被殿下怀疑。我不是故意的，不是我将你送回周国的。
你说的是真的？我信。你说的，我都信。流星在夜空中沉默，一转眼变成了最远处的萤火，独自为黑夜闪烁，照亮了什么？或许是属于自己的窗。比什么都强。我会坚强的活在这个世界上。殿下答应过我，还要带我去找回记忆。还说一笑而过，忽灭忽明的承诺，谁还会记得？恨用来解爱情的渴，就让满天的萤火化作飞舞的烟火，就算剩下的光越来越微弱，就让前世的你我开出另一种结果，解开我们心中几千年的锁。再放高一点！师哥哥，再放高一点！快点，快点，再放高一点！哥哥加油！再放高一点！好嘞，再放高一点是吧？好。四哥哥加油！四哥哥加油！小莲，小莲，你怎么了？没事吧？哎呀，都流血了，疼吗？不疼。风筝飞了。我帮你上点药吧。轻点，轻点。好，我轻点。这是娘最好的创伤药，上了就不疼了。好疼，好疼。你把头转过去，我给你吹吹。还疼吗？不疼了，这点小伤算什么啊？可惜，你费了那么大力气从山外带回来的风筝。没关系，晚上给你做一个更漂亮的。真的吗？你会做？会做。那我想要一个萤火虫的。行，都听你的。不过你的伤口好深好长啊，以后可能留疤了。别碰。很丑吗？留下伤疤的话，以后会不会永远都去不掉了？是不太好看，不过没关系，就算这伤疤再丑，我也会娶你的。他不是，他不是。不管你长什么样子，我都不会嫌弃你。他在笑我自作多情吗？我真是太不矜持了。
在这里等着。我不想再回大司空府了。我相信大冢仔一定会把青锁妹妹找回来，更何况阿优你也听到了，大冢仔夜里布置人手，已经四下寻找刺客去营救青锁妹妹了。袁青锁如果这次真的出了事，我大司空府的颜面可就丢大了。若说丢颜面，那可是冢仔府的事，毕竟青锁妹妹是在冢仔府被挟持的。怎么，阿庸这么惴惴不安？难道对您的诱饵动了真情？诱饵的价值，在于将鱼饵引上钩了。青锁的鱼饵还没露面，我怎么可能把诱饵废掉呢？不行，我得去看看。阿庸，金侍卫，这是？禀报大司空，属下正准备向主上禀告军情，可是主上身体有些不适。哦，情况怎么样？回禀大司空，卑职等人在城内找了个遍，没有发现青锁姑娘的踪迹。属下怀疑这些齐国人一定是藏在城外的山头里，所以正打算召集人马到山里去找。大司空，崔太医，兄长身体如何？回禀大司空，大冢仔脉象混乱，四肢酸麻，像是旧疾复发了。旧疾复发？冢仔夫人也是旧疾复发，来势汹汹。这个病诡异得很。方子卑职已经开了，现在病源不明，卑职正要回去和其他太医商议一下，想必还会有人陆续发病，大司空还要多多留神才是。告辞。兄长，大冢仔。四弟，自家兄弟何必见外呢？兄长好好休息。嫂夫人呢？我为她安排了静室休息，看样子她的病情比我还要重上几分。怎么会成了这个样子？还没查出缘由。今日早起，变成了这个样子，八成昨日酒宴上吃了不该吃的东西，好几个下人都病了。还好四弟，你没事。大司空，你怎么了？我没事吧？我也有些肚子疼。来人，在。快把大司空和婉儿姑娘送回客房，好好照顾。是，我没事，我要照顾兄长。去吧，快去吧。青锁姑娘。阿才，青锁姑娘，都怪我，要不是我劫持你，那么手脚不利索，你的脚也不会被石头割伤了。哎呀，这么粗心大意，还当刺客。看在这碗粥的份上，我就原谅你了。其实这也不能全都怪我，谁知道你竟会是永护的侄女，宇文邕的侧室啊！殿下救你回来的时候，我还以为你是附近城中的民女，谁想到……哎，阿才，兰陵王他怎么总戴着面具啊？是不是曾在战场上受过伤，毁了容貌？是，乍一看挺吓人的，所以我们殿下会戴着面具。
无论他是什么样子，我都可以接受他。青锁姑娘，你喜欢殿下？啊，你讨打吗？这种话怎么能随便乱说呢？不是就好，不是就好。青锁姑娘，殿下那日在战场上救你，亲自将你送回营帐，我也以为他是对你有些不同的，可是没想到你却是周国皇室的女眷。无论何时，殿下一定会把国家的利益和士兵的安危放在第一位，他绝对不会为了你而放弃营救被俘虏的手下。更何况，殿下这辈子都不会忘记小莲姑娘的。小莲姑娘是谁呀？青锁姑娘，我瞎说的，你就当没听见。我劝你还是不要喜欢我们殿下了。哎，小莲是你们的兰陵王妃吗？阿才，你倒是把话说清楚啊！大家都知道，殿下这辈子是不会再喜欢任何人的。青锁姑娘，你还是赶紧把粥喝了吧，我还要去那边商议对策呢。哎，他有了喜欢的人，他竟然有了喜欢的人，那我呢？我是真的喜欢上他了吗？现在已经打草惊蛇了，袁护那个老狐狸会放过我们吗？关在石牢里的兄弟们怎么办呢？都怪阿才，殿下明明说不准擅自行动，他却一个人跑到冢宰府去偷钥匙，那不等于给宇文护送信吗？这下子好了，刚才探子来报，宇文护把整个石牢保护得跟铁桶一样，别说进去了，就是看一看都有危险。别说了，阿才也是着急，没钥匙，那更进不去了。哎，对了，咱们可以拿那个女人去换呀，听说她是周国大司空的侧室，冢宰夫人的亲侄女。属下已经派人给大冢宰府下了帖子，让他们交出石牢的钥匙，放了那些兄弟，否则就让他给那女人收尸吧。宇文护老奸巨猾，宇文邕也非泛泛之辈，恐怕没有那么容易就范。说得对，听说宇文邕荒淫无度，府上妻妾众多，区区一个女人，怕是威胁不到他。不过这也难说，这袁清所是冢宰夫人的亲侄女，阿才说了，昨日宇文邕对这袁清所还是有点紧张，想来他肯定是有用的。各位将军，宇文护的性格我了解。昨夜他还不顾我的性命，下令格杀勿论。难道明天天亮了，他就会顾及我的性命，束手就擒吗？这话要是传出去，宇文护的威名何在？就算他假意答应你们，也是为了引诱你们上门罢了。各位将军不必看我，青所蒲柳之姿，难登大雅之堂。与其说是冢宰府的人，倒不如说是冢宰府用以笼络宇文邕的物件。谁让你过来的？咱们又凭什么相信你？凭这个，这是昨夜我在宇文护那儿偷来的钥匙。什么？钥匙已经拿到了，是不是真的？钥匙哪有那么好拿？殿下，当心，这是宇文护的奸计啊！你们不相信可以理解，不过殿下无所不能。如若这把钥匙是假，殿下可以随时来取我的性命。殿下，这个女人的话不能信。对，不能信。跟大冢宰府的帖子约在什么时候、什么地点？后天5时，城中西大门。到时候，宇文护会在石牢门口和城门口同时设下埋伏。他宁可丢了我的性命，也不会让你们逃脱。还好，我们有钥匙，我倒是有一个万全之策。什么？什么万全之策？什么呀？你说，快说呀！说来容易，就怕你们不信我。殿下，这个女人可是袁氏的侄女，她凭什么平白无故的帮助我们跟宇文护作对？殿下，您可要三思啊！我不是平白无故，我也是有条件的。什么条件？这个条件，我待会儿会亲自跟你们殿下来说。宇文护他生性多疑，即便是他发现钥匙被偷了，你们这么强硬的要用我去换钥匙，他也要怀疑3分的。更何况阿才并未得手，这钥匙究竟在哪里，宇文护更会猜忌。我猜测，宇文护会先拖延时间，一方面寻找你们的下脚之处，另一方面寻找钥匙，所以事不宜迟，
最好今天晚上就行动。我呢，就会佯装逃避的样子，逃回大冢宰府，告诉他们，今夜你们便会偷袭，如此大冢宰府便会加强戒备。我会尽量拖住宇文护和宇文邕，然后你们就可以趁机去劫石牢。不过要兵分两路，还要借用殿下的面具一用。到时候你们先带领一队人马，找一个人代替殿下戴上面具，假装偷袭，佯装败退，引开守卫。如此，殿下便可以带着另一队精锐，带着钥匙，趁石牢防守放松，趁虚而入，救出该救的人。声东击西，措手不及，倒是不错。可是放你回了大冢宰府，难道你不会把我等去劫石牢的事说出去？你是宇文邕的女人，说不准会出卖我的。你们的心情倒是可以理解，请大家仔细想想，你们千里迢迢就为了来营救被关在石牢里的兄弟，如此重情重义，青锁极是佩服。更何况，殿下救过我2次，此等救命之恩，我早就想报答。殿下，两军对垒，不可不防。其实我的要求对于各位来说也是轻而易举的，待会儿只需殿下亲自把我送出去，我就会告诉他。青锁，我信你，我已经安排李将军埋伏在长安城外，只要拿到钥匙，就可以混进去。殿下，殿下，殿下，殿下！没想到，你还有几分领兵作战的天分。我也是一时情急，胡乱说的，殿下见笑了。不过也要感谢殿下肯相信我。我自然是相信你。不过，你怎么会有石牢的钥匙？既然殿下说过，只有宇文护那儿才有石牢的钥匙，那我自然是要帮殿下拿回来的。我？我什么时候跟你说过？啊，殿下昨夜在大冢宰府留下纸条，让我帮你拿钥匙啊。昨夜，纸条？殿下不会不记得了吧？昨日去大冢宰府是为了去救阿才，之前我从没有去过大冢宰府。难道昨夜给我纸条的人不是殿下？难怪殿下救了我之后只字未提钥匙的事，我还以为殿下不好意思开口。哎，那个人到底是谁啊？不管是谁，终归不是我的敌人。殿下，母亲来了。是。不过无论怎么说，昨夜让我拿钥匙那人，即便是假冒的，他也帮了殿下好大的忙。啊，我知道了，是殿下在冢宰府里早就安插了人手。哈，倒是你，不必冒这么大的风险，稍有不慎就有性命之忧。以后要仔细些，不要以为戴面具的就是孤。我也没办法嘛，我又没见过殿下真实的相貌，自然是见到一样的面具就是见到殿下了。不过，钥匙总算拿到了，元青锁祝殿下马到成功。为什么要帮我？我说过，我也是有条件的。说说看。3日后子时，在西大门等我好吗？我说过，我不想再回大冢宰府。如果我帮你完成救人的事情，你就带我走好吗？为什么这么想离开？因为我想要自由，我想要做我自己，我只想过自己想过的生活。
你怎么就能确定，跟我走就会得到自由？前面有2条路，其中一条是通往桃花源的，路口处有2个仙女，其中一个说的话有7成是正确的，另外一个只有1成。你会选择问哪一个？如果是我会选择只有1成是正确的那个，因为只要我走与他的答案相反的那条路，我就有9成是正确的。跟你走，我有9成的几率会赌赢，无论结果如何，我都无怨无悔。我2个都不会选。世上根本就没有桃花源，世事往往弄人，把命运交到别人手中，终究是不可靠的。你说的是我吗？他的眼里为什么有丝丝缕缕的悲伤？难道是因为阿才口中说的那个小莲姑娘吗？他透过我，究竟在看着谁？即便是他心里有别人，也不管他面具后面的脸是个什么样子，我都要跟他离开这里。流星在夜空中沉默，一转眼变成了最远处的萤火，独自为黑夜闪烁，照亮了什么？或许是属于自己的传说。用了1000年来看破，爱到飞蛾扑火，还说一笑我只想跟你走，就算一辈子都见不到你的脸，面对这张面具我也还会记得。恨用来解爱情的渴，就让满天的萤火化作飞舞的烟火，就算剩下的光越来越微弱，就让前世的你我殿下，你竟然……怎么？我的样子吓到你了？没有，我……殿下，这是我最重要的东西，帮我保存。3日后子时西大门。你也一定要记得，叫他们戴上面具，引开地牢的守卫。我的命是命，兄弟的命也是命，我不会让任何人戴上面具引开守卫。要去，就我自己去。殿下，放心，我最重要的东西在你那里，我会去拿的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拖住宇文护和宇文邕的。我该走了。我叫人送你回去吧。既然是逃回去的，我怎么会叫人送呢？3日后，西大门。对了，我要把脸弄脏点，这样才像逃回去的。解开我们心中几千年的锁，终究是逃不过这一劫。母亲，您不该利用袁清所对我的信任，让人假扮我，骗他去取钥匙。只有拿到钥匙，才能做到万无一失。我是为了你，也是为了被俘的兄弟。营救被俘兄弟，是我高长恭当仁不让的责任。再说，清所只是一个弱女子，万一出了什么差池，我一辈子都会寝食难安的。就因为她碰巧有几分长得像小莲。
么会这么疼？肚子不要再疼了。我还要配合殿下救人呢，这个时候千万不能坏了大事。青锁姑娘来了。哎呀，我的肚子！哎呀！小心啊！哎，姑娘，请留步。我有要事要禀报大冢宰。大冢宰救急复发，不见任何人。那夫人呢？夫人在哪里？夫人病重，皇上已经派太医过来诊治了。那大司空呢？难道大司空也生病了吗？